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2026年百強排名第30。今條片會集中講兩個家長最易忽略嘅位。小朋友數學成績咁好，點解面試有數學推理題都仲係可能會失分？好多考生喺小學校內英文都攞到高分，考官點樣分得出邊個係真識用英文？最後我哋會比較下兩篇1分鐘自我介紹。大家好，我係陳老師。今條片我會代表家長問問題。大家好，我係張 Sir。今次我哋會跟住鄉中公開嘅面試資料，集中講英文朗讀、數學推理、真正識用英文，同埋兩篇1分鐘自我介紹。鄉中喺元朗教育路，係一間官立男女英文中學，喺1967年創立。間學校冇特定宗教背景，重視全人教育、責任感、探究學習，仲有 STEAM 同埋校訓母本力學。張 Sir， 根據我哋嘅研究，鄉中英文面試應該用咩級別準備？根據我哋 Smart Native 嘅計法，鄉中暫時排第2難，好高競爭級。校方正式公布2025 DSE 英文攞5級或者以上嘅有 30%。2026全港排名第30，元朗區中學競排第2，所以實際訓練可以以 Level 2為目標。所有申請人都有面試，而且係個人面試，入面包括英文文章朗讀，仲有中英文能力、常識、數學推理同思辨。鄉中係英文中學，英文唔單止係一科。數學、科學、歷史、地理、普通電腦、音樂、視藝同體育呢啲科目都要學生用英文睇題目、理解概念同埋做彙報，所以面試要睇下學生入學之後跟唔跟得上。張 Sir， 面試已經確認有英文朗讀，考生最需要留意啲咩？面試好大機會係由 Senior 英文老師聽考生朗讀，佢可以好快就喺考生朗讀嗰陣聽得出讀音、節奏同文法感，長短母音、結尾子音同重音。同句子分組朗讀嗰陣，一出現太多基本問題，考官就知考生真正英文水準。英文考官會唔會去到後段特登講快啲嚟測試考生嘅反應？學校冇公開講過一定會刻意加快速度，不過英中面試要分辨考生係真係聽得明自然英文，定係只係熟慢速預設句子，所以考官加快語速係好常見嘅做法。大家要記住，鄉中嘅英文要跨科運作。啲學生唔淨止要用英文答自我介紹，仲要可以解釋到數學方法，講清楚簡單嘅科學現象，回應 AI 同科技問題，同埋處理下常識或者思辨題。英文要由答案變成真正嘅工具。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，小朋友數學考到90幾分，點解面試有數學推理題都仲係有可能會失分呢？因為答案只係最後嘅結果，老師仲要睇考生有冇理解到題目，個方法係咪合理，同埋可唔可以將步驟同原因講得清楚啲？數學推理起碼有3層：第一，睇得明或者聽得明條題目；第二，計得啱或者推理方向合理；第三，可以將個方法講得清楚。淨係計到最終答案，未必夠展示真正嘅理解。我哋會教學生用5個位置講數學。首先講下題目要揾啲乜，跟住講準備用咩方法，再逐步解題，解釋點解要揀呢個方法，最後講埋點樣檢查個答案。即係明、計劃、解決、推理同埋檢查。張 Sir， 可唔可以用條簡單題目示範下啊？譬如一件嘢原價100蚊，平20%，學生唔應該淨係講答案80蚊，而係要首先講折扣額係20蚊，再用原價減折扣，最後可以用80加20，或者用100乘80去檢查。同一句 The answer is 24，都唔代表學生經已展示到推理。如果淨係補句 Because I calculated it，老師都仲係唔知學生用咩方法。教完整嘅答案要講題目要揾乜，點解要用呢個方法，同埋點樣驗算啊？老師會點樣追問嚟考學生？常見方向可以係你點樣諗到㗎？點解揀呢個方法？有冇其他方法？同埋點樣檢查你個答案？學生要真係掌握到方法，先可以答到呢啲追問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，去面試嗰啲學生個個小學英文都攞高分。老師點樣分辨邊啲學生係真正識用英文？老師會睇下考生喺離開咗熟口熟面嘅題目之後，仲可唔可以理解新嘅問法，重新組織答案，同埋用英文解釋原因。例如熟啲問法係 What is your favorite subject？ 考官可以改做 Which subject makes you think the most？ 點解呢？兩條問題方向差唔多，但考生要理解到個意思，再自己重新組織。而唔係淨係等一個識嘅關鍵字。好多時英文考官會睇考生係咪淨係識答嗰啲常見題目答得順，去到朗讀之後嘅追問相反觀點，或者離開咗預設內容之後，
考生仲可唔可以真正理解同回應呢？譬如講 AI 有用之後，老師再問幾時應該用，或者 AI 答錯嗰陣點處理，我哋會教學生，如果需要少少時間諗，可以講 Let me think for a second，再用。我覺得重點係開始。如果聽唔清楚，亦可以講可唔可以麻煩你重複多次最後嗰 part 啊？想重新解釋就可以講等我換個方式解釋下。考生朗讀完之後，考官仲會點樣追問？考官可以問篇文嘅主旨係乜？邊一句睇到個人物轉咗諗法？某個字喺篇文入邊係咩意思？或者要求學生用自己嘅說話解釋翻一段內容。所以讀啱字唔等於讀得明。張 Sir，根據我哋以往嘅經驗，考生喺鄉中英文面試度最常見嘅失分位係咩啊？第一，朗讀逐字逐句讀係表達唔到意思嘅。第二，數學淨係俾答案。第三，改咗問法就答非所問。另外，講嘢一塊就淨係捉到重點字。思辨題淨係得 yes 或者 no。同埋個 profile 寫咗好多經歷，但係講唔出自己真正做過啲乜。如果學生有以上6個常見嘅失分位，都唔一定代表英文差。好多時真實能力未能夠喺朗讀、數學推理、常識、陌生問法同埋追問之下穩定咁展示出嚟。所以改善方向唔係背多啲稿，而係令人明白，將思考同表達連埋一齊。如果學生未到 Level 2 Smart Native， 會點樣開始教佢哋？我哋會先做評估，再按學生嘅真實能力去訂立訓練方向，唔會一開始就叫佢背一套標準答案。我哋會安排長期由同一位老師教考生，老師會逐步了解學生真正嘅英文水平、性格、數學同埋面對陌生問題嗰陣嘅反應。訓練會包括英文朗讀、自然語速、數學推理解說，以及陌生嘅問法同埋連續追問。主要訓練完成之後，我哋會安排另一位平時唔熟學生嘅老師做 mock interview。長期老師負責建立內容同能力，陌生老師就測試第一次見面嗰陣，學生可唔可以喺自然語速、喺數學推理同追問之下都表現得咁穩定。跟住我哋用同一個學生設定比較2篇1分鐘自我介紹。個學生係一位小6女生，數學成績比較好，參加過一次 STEAM 嘅節水模型活動，第一次測試就失敗咗。平時喺班入邊都係 IT 小助手。個學生背景普通，但係有真實內容可以發展。家長問：1分鐘自我介紹係咪背熟一篇就得㗎？唔夠，學生要熟自己每一項內容，可以按時間去調，按問題去改重點。老師追問嗰陣都答到。重點係要明白內容，唔係逐字逐句抄低。大家先睇 Level 2版本上半段，家長可以暫停條片嚟睇全文。個學生首先講自己中意數學，因為中意解題同揾唔同嘅方法，之後再提到參加過 STEAM 嘅節水模型活動。呢部分文法好清楚，背景真實，都有數學同 STEAM 元素，不過暫時都係比較似活動介紹。下半段講到自己好有責任感，平日幫老師搞掂課室啲電腦，跟住就話想入鄉中，因為係英文中學同埋有 STEAM 活動。呢個方向冇錯，但係未有證據。選校原因都可以套落好多英中度。老師聽完未必容易有一個清晰嘅印象，所以呢篇算係幾好，但仲未夠突出。佢已經做到結構完整，文法清楚，有數學趣味同真實活動，但就冇講遇到啲咩問題，自己做過啲咩改善，同埋點樣連得到母本力學。而家睇進階版，一開始就有個清楚印象，學生唔係淨係講 I like mathematics，而係講自己中意理解一個方法點解有效，唔係淨係追求最後答案。之後即刻講 STEAM 節水模型第一次測試失敗，原因係感應器擺錯位。老師會比較容易記得佢係一個重視理解同推理嘅學生。第二部分有行動、有測試、有改善。學生提議每次淨係改一個變項，再記低結果，之後再重新測試。呢個細節唔算誇張，但可以表達到佢識得揾原因同控制變項，一齊用有系統嘅方法嚟改善。第三部分自然咁連去校訓母本力學。Chloe 由自己失敗經歷講到打好基礎同小心思考，比起急住揾答案更加重要。最後再連返去班入邊嘅 IT 小助手，英文、中文、數學同埋科學 STEAM 活動，自己可以帶嚟嘅好奇心同合作能力。進階版勁啲，唔係因為英文深咗，而係內容完整咗，有個清楚嘅印象，有具體嘅失敗原因，有個人行動，有測試同改善，亦都自然咁連到數學推理、STEAM 同埋母本力學。真嘅，
行動改善同埋反思先係記憶點。考官聽完呢篇進階版本之後，會點樣追問嚟考學生呢？可以問下個模型實際做緊啲乜？第一次測試點解會失敗？點解每次淨係改一樣嘢？又或者結構力學對學生本人有咩意義？學生真係做過先可以自然延伸，校訓唔使背到好似宣傳口號咁。母本力學可以理解做打好基礎，堅持勤學，失敗之後揾原因同埋逐步改善方法。考生最好用一件自己真係做過嘅小事嚟證明，而唔係淨係講我會努力。鄉中喺1967年創立，喺元朗教育路123號，係官立男女英文中學。2026年百強中學排名第30，排名不變。校訓係母本力學。揀學校嘅原因要連埋學生自己嘅經歷。鄉中有好多科都係用英文教嘅，仲有每星期嘅閱讀、跨課程閱讀、AI、數碼教育同埋探究式專題。考生唔使將啲特色全部講晒，只要揀1至2項真係同自己有關嘅方向。去到2026年8月，2027至28嘅完整收生安排都仲未公布。最近嗰輪有43個自行收生名額，所有申請人都有面試。面試前最後 check 多5樣嘢：朗讀有冇意思啊？自然嘅語足聽唔聽得明呢？數學嗰啲方法講得清唔清楚啊？思辨題有冇講到原因、例子同埋限制呢？最後母本力學係咪真係可以練得到自己嘅經歷啊？穩定展示到出嚟，仲要過背更多內容。如果家長想知道小朋友準備鄉中英文面試最需要改善邊一部分，可以 WhatsApp Smart Native 輸入鄉中英文面試。我哋可以評估讀音同朗讀、自然語速、數學推理解說、常識同思辨、自我介紹同追問。最後記住3件事：第一，面試佔40%，而且所有申請人都有面試。第二，數學推理要由答案講起，再講方法、原因同埋點樣檢查。第三，英文離開咗熟題之後，依然可以真正理解同回應。以上資料只供參考，內容係根據學校最近公開嘅資料、文章同 Smart Native 教學觀察整理。問題唔係學校官方題庫，實際安排請以學校同教育局最新公布為準。Smart Native 課程都唔係學校官方課程。多謝收睇，記得訂閱 Smart Native。我哋會繼續拆解更多熱門中學英文面試，幫家長用清楚嘅方法掌握準備方向。